迎收听8月3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3章30到39节，心思的战场，最要小心的事。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最要小心的是什么呢？就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彼得前书5章8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警醒戒备，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索可吞吃的人。我们的仇敌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搜索可吞吃的人。但这段经文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呢？咆哮的狮子一咆哮，我们不就知道了吗？有的时候，那个咆哮的狮子，它可能在你旁边，不是咆哮，而是微笑，而他所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然而却是要人的命。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真实的看见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心思意念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当别人的话语一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辨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真的看见一个家庭就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思想意念不属神或者是说没有常常去与神的心意来核对的时候，真的很危险今天我们看见一开始暗嫩帮他出计谋的这个人一直说他是损友，他不只是损友很多的时候罪恶就好像这身旁的这样的朋友，他每天告诉你一些事情，然后你在你的想法意念当中，好像我们用讲比较难听一点，叫做好像被洗脑了。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在4章23节，我很喜欢的这段智慧的话语，他说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也就是一开始我们并不是长这个样子，而是在不断的思想当中，开始我们生命走向这个方向，做出这个选择，带来这个结果，然后继续形塑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的许多的新闻事件，在家中发生的一些真的让人的心想说，怎么会歪成这样呢？他不是一开始就是歪的，就算他今天做了一个不好的决定，都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做决定的，而是在那背后有酝酿跟成型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自己活出主的样式，这也是一个过程，不会我信主第一天我就已经长成那个很合神心意的样子。它是透过思想在主的里面，常常被他的话语，常常与他同在，常常寻求主的同行，然后慢慢的去建立起来的。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的悲剧竟然也真的就像这段话一样，是慢慢的被建立起来的。悲剧竟然也是被建立起来，怎么说呢？暗嫩当时他真的很喜欢，很想要得到塔玛，而在他身边的这个朋友叫约拿达，他帮他出计谋，让他得罪神，得罪人，甚至得罪他自己，真的就去强暴了塔玛。然后经文，我们快速的来到今天的经文，暗嫩死了。当他们还在路上，谁还在路上？当这些大卫其余的儿子骑着骡子逃跑的时候，还在路上的时候，这个传信的比较快就有人飞报，就是他非常快的来到大卫面前，告诉了大卫，押沙龙杀了王所有的儿子，一个也没有留下。我们知道这个讯息是错误的，所以一个错误的讯息其实也带来很大的震撼，很大的悲伤王立刻站起来就哀伤的撕裂衣服因为听到这段话，就代表押沙龙是怎样要叛变吗？所有的儿子都死了那面对这个大卫，面对这件事情，他该怎么面对呢？然后在他身旁的臣仆也一起撕裂衣服，
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说话了，暗嫩的朋友约拿达。在这里说，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陛下，你的儿子们并没有都死，只有暗嫩一人被杀。自从暗嫩侮辱了押沙龙的妹妹塔玛，押沙龙就决定杀他。你从押沙龙脸上看得出来。哇哦，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这个约拿达这么了解押沙龙啊？其实经文可能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约拿达其实是一个用话语不断去影响别人的人，但是始终听他说话的人真的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约拿达真的很像微笑的狮子，站在旁边说几句话，听来对你好像有帮助，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却他是事不关己，他是暗嫩的朋友。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请陛下不要相信那不确实的消息，说你的儿子都死了，其实只有暗嫩一人被杀。他怎么知道？难道他过去不只是暗嫩的好朋友，也是押沙龙的好朋友吗？当时押沙龙已经逃跑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出来核对。那如果你是大卫王，你怎么相信这段话？你会相信吗？就在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守卫的哨兵就看见一群人从这个山坡上的路下来，就把所看到的跟王报告。约拿达就在那个当下就说，看，王的儿子们回来了，就像王的儿子们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的话才刚说完，大卫的儿子们都进来了，他们放声大哭，大卫跟他的臣仆也都悲伤哭泣。我们看见的这个整个景况里面约拿达似乎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然而他的话却影响了整个家庭，从暗嫩开始到押沙龙，如今到大卫。他所说的话好像在描述一个事实，还是在描述一个揣测，还是在描述一个可能性，不管他在描述什么，我们真的要小心。有的时候最要让人要小心的是，他常常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常常是在平时的话语当中，就像大卫他得罪神得罪人，就是在那个平日的下午。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可能身边这样的话语不会很具体的有一个像约拿达的人站在旁边告诉你，然而很多的时候，这些思想意念真的要谨慎。怎么样来谨慎呢？我们看见暗嫩他不谨慎他自己的话语跟言行，以至于他招来杀身之祸。我们看见大卫没有谨慎在孩子的教育，所以当这些孩子发生这样的一个惨剧的时候，他看来是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而在看见押沙龙，他面对到自己的家庭，这个塔玛自己的妹妹受到这样的伤害，他也没有谨慎他的思想一心想着要报仇，而且让自己没有后路可走，只好去投靠。今天经文说他后来去投靠，他逃到基述王亚米户儿子达买那里，那是他的外公。他逃到那里，然后呢，这家庭的结是越结越大，就从一个想法开始，就从别人给你一个不属神的想法开始。所以我们要来默想，我们曾经核对过我每个价值观的来源吗？我们很常在就是信主的时候有牧师的教导很棒，让我们再次去思想，我们是拜什么，过去的信仰是拜什么，而如今我们为什么这样拜，我们为什么敬拜神。我常常会一直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想知道我背后的这个价值观是不是跟上帝的心意是相符的，是不是真的对人有帮助，
真的是荣耀神的。常常问为什么，我甚至也常常问身边的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开始去思想，我这个价值观从哪里来的，我怎么会这样想，在这个路径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其实潜藏着很多不属神的思想，我们以为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要常常来寻求核对我们的想法是不是与他的话语，与主的话语是一致的，以至于我们不会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在这里约拿达的这个表达让人看出来，他好像觉得自己真的都知道，好像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对这个家庭有帮助吗？他帮暗嫩出这个计谋，结果害了这一整家人。然后在这里向大卫王说这段话，是安慰大卫王吗？还是在旁边讲神机妙算，一副很厉害的样子呢？其实我们一看都知道。恳求主帮助我们不被那不属神的心思意念来辖制，常常来寻求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们心中的判准，是我们的保护。主，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在圣经上的话语，在祷告当中对我们的意念，使我们常常能够透过寻求你的心意，校正核对对齐我们的思想意念，使我们不得罪你，不得罪我们自己，不得罪我们身边的人。恳求你帮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因为如同箴言的话说我们的一生是由我们的思想定型的。主要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是定型定义在主你美好的应许当中，而不是自己的肉体私欲，因为肉体私欲都会过去，然而主你的心意却是永远长存。你也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意成为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看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要来思想，我今天要上班我要上课，或者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有常常来寻求上主核对自己的想法吗？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就透过祷告，透过主的话。愿主赐福你，我是世界牧师，我们下次见。